明珠都會就唔好亂咁睇，要睇到依家先至好睇，有鎖匙。平時嗰啲冇鎖匙，你千祈唔好睇。收樓噶啦，第4座。今日睇呢個單位1220尺，賣600零萬，入到嚟好有 feel， 有啲似去到豪上曼哈頓咁嘅感覺。出到嚟呢個位置，暫時呢一刻都係十分滿意。入去望一望先，大堂咁闊落，日後會好多佈置同埋活動。49層，今日睇25樓，個 lift 呢一刻都滿意。公共空間，我哋走廊望到嘅都有窗嘅，睇樓唔會好局促。呢邊就 A、B、C、D， 呢邊就 E、F、G、H， 即係8個單位，配色都幾舒服。8個單位好清晰。今日睇個 E 單位，歡迎光臨，1200幾尺嗰啲，而家咧就係呢個位置。露台望出去就見到愉景灣，呢邊就望翻愉景灣。我哋高空望到個內園都 OK， 綠化整得幾好。開揚樓底嗰方面目測就唔高，東方明珠區呢個樓底嘅話就中規中矩，我諗應該都2.56米有噶啦。廚房望望先，標準中央石油氣。佢俾啲咩你先？呢個雪櫃、洗衣機都跟埋嘅，碗櫃呢啲都係標配。洗手間呢個配色 OK。都有窗，通天嚟嘅。個廁所就貼心嘅，做埋呢啲，老人家啱用。呢邊就客廳，呢邊就飯廳，門口走廊有多個士多房。對於呢區啲人嚟講係啱用嘅。房間對比海上居啲間隔嚟講都大嘅，同埋夠長，飄窗位又夠大。你做床嘅話，着埋飄窗都係大概到呢個位嘅啫。擺咗床之後，呢個位置仲有2/3可以再諗。主人房有驚喜啦，有個咁嘅位，套間浴缸嚟嘅。洗面盤台面都夠大，主人房就着嚟私隱度會高啲 ，OK 嘅主人房係大金冷氣。呢間屋冇裝修，交樓就係咁樣噶啦。鏡頭前嘅你如果想睇明珠都會呢個單位有放盤，業主已經係俾晒錢。整體嚟講，呢個單位8分，由大堂、走廊、單位嘅交標、景觀、露台、間隔都 OK 嘅，尺價都係5000零蚊。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聯絡翻我 Oscar 就睇，有鎖匙。再見。